我是吴定兴，你即摆看的是宝岛高仔店。1922年，日本人成立台北高校。听讲为遮毕业的学生，毋是做医生、教授，无就是企业家，甚至有人做总统。对我的一生，高等校迄当阵3年读无了，2年半就毕业。但是这2年半本身呢，影响我一生要行的路，确定家己自己，我是啥人，我就做啥物代志。毋过以前留落来相片看起来，一寡高校的学生拢无正经咧读册，佚佗的、跳舞的、约会的，每一个拢穿甲啪里啪里。听讲当时连警察拢爱敬因3分。到底迄当时的台北高校有偌厉害？因到底是安怎教学生？去台北高校，感觉到这个完全融化一个天下，完全自由啊！到这暗入去有人就你讲起啊，黑暗你要注意就是风台会来迄暗了开始呢，想要困的时候啊，遐先辈举迄个剑道理用的一间一间来修理啊。出过一位总统，5位院长，算袂完的博士和企业家。台北高校随往伫台湾才短短24冬，但是对台湾的影响却是久久长长。今仔日咱就做伙来了解一个改变台湾命运的台北高校。俗语伫咧讲四书五经读透透，毋捌元我久必走。意思是讲啥物？是讲迄个人敢若会晓读册啦，迄生活常识一点仔都拢无啦伫100年前的台北曾经有出现过一间当时去人认为讲是传道理经的一间学校。当时迄个时阵嘛，互台湾历史顶悬人讲伊是上派入去的学校啦。这间是倒一间啊？都是台北高校虽然讲呢，伊伫咱台湾敢若短存在24年，但是呢，却教育出真侪影响台湾深远的一批人才可比讲咱的迄个，包括着咱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到底台北高校是怎样的一间学校呢？伊伫咧倒一方面倒几方面有去影响着咱台湾？所以咱今仔日呢，特别就邀请到咱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博士后的研究学者戚胜凯老师来甲咱介绍关于着这间特别的台北高校。咱来欢迎着戚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北高校是安怎样会去突然间咱讲突然间会去出现到咱伫咱台湾历史顶悬当初100年前办高等学校，其实是为着要办大学。但是你办大学，你得爱有学生的来源嘛你大学学生来源就是高校生，但是迄时阵台湾无高等学校啊，所以你若要1928年台北地大成立进前，你得爱先办一个高等学校，你的毕业生才俾你台北地大。咱国讲这间是咱台湾历史上上派入去的一间学校到底是安怎的一间学校？那会生出这型的台北高等学校就是今仔的台湾师范大学。是。你若位于本部的正门入去有一栋足古典的大楼，迄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伊1922年成立，比这个台大的前身台北地大搁较早。是。是安伊做歹入去这个咱有一个台语文的专家王玉德先生，伊伫伊的传记讲伊应过去考这个台北一中伊考试时阵一边想讲台家毋免牛刀啦，但是伊考台北高等学校时阵，伊是一边写题目，一边流目屎，伊讲伊答袂出来。走投无路，就是做歹考安尼。是安高等学校会遮歹入去？就爱知影伊的制度，甲伊的有扣偌济学生。台北高校伊有顺上科，伊收小学毕业生，搁有一个高等科收中学的毕业生。
你若是小学毕业了，有才调考美去顺上考的话，以后会当直升高等科，煞来个直升帝国大学。你若是考美去高等科同款，会当直升毕业了直升帝国大学，拢唔免考试哦。所以讲，不管你伫对一个阶段，你考美去台北高等学校，等于讲你以后就一定会当直升帝国大学，唔免考试。嘛，因为这个关系，有足侪人要来考。但是呢，伊要去的足困难，因为伊的顺上科吼，一年只有扣4个台湾人；伊的高等科全台湾只有扣无到30个台湾人。嘛，因为名额足少，所以互人形容讲，迄是迄个时代上歹要去的学校，20届的毕业生，20届毕业生内底呢，只有559个是台湾人，其他1800多个是日本人。伫1945年。全台湾唔过才600万的人口尔，所以等于讲吼，1万个台湾人内底，你只有培养出一个台湾人的高校生。伫台湾的日本人，因的子弟嘛有这个读册的需要啊，所以迄时阵就是办这个高等学校伫台湾。所以因统治台湾了后，就甲这个西方的教育制度吼，伫台湾开始去办安尼，所以有学校出来嘛吼，啊有学校内底就有这个。譬如讲有运动亭啊，有这个有教科书啊，有这个制服啊、帽啊等等吼。啊，学生就爱读这个地理啊、历史啊、科学啊、数学啊。教育内底嘛足重视讲这个一寡观念上的问题，譬如讲，就甲台湾学生讲爱清气，这个卫生足重要，爱洗身躯，卖迷信。足重视讲学生的这个身体的训练，譬如讲就爱运动，爱学游泳。所以，这款教育制度出来了后呢，伊带来影响是真大吼。因为是查甫口会读汉学啊嘛吼，而且教育就无普遍。那近代的学校出来以后，女性一部分的女性嘛开始会当美伫学校。台北高校吼，甲日本的其他的这个学校同时期的，甲咱台湾其他已经存在伫其他所在的这个学校吼，佫无共款。上主要的差别是伫什么所在？高等学校是一个高等教育，是伊的学校的老师是教授，唔是高等老师哦，伊是请教授来教。哦，所以讲唔是讲咱想讲高中就是教高中啊，伊是大学的教授来教高中。所以伊规个体制吼，甲其他学校做无共。第一就是讲，咱若为前途来讲吼，因为高等学校毕业，你会当直升帝国大学，是免考试哦。啊，第二你若为这个风气来讲吼。高等学校是足自由，你要创啥物拢会使。第三，你若为这个教育来讲，高等学校唔是专科教育，伊是通才教育。伊鼓励学生，你就自由去看册，你会当去这个探讨家己人生，安尼讲起来是足无共的。迄时阵台湾是由台北地带，无唔对，但是伊制度上的规定是讲，你毕业了后。会当照你的志愿申请全日本帝国内底对一间学校，你有志愿伫遐，你得当去申请，唔免考试。因为李登辉总统吼，伊伫高校毕业了后，伊就去读京都帝大嘛吼。嘿，讲起来，迄个时阵吼，全台湾的精英，伊是先集中伫台北高校，煞来甲分散到全日本的帝国大学去。内底互人拢讲吼，读这个学校的囡仔吼，拢有淡薄仔反骨。那照毕业生的讲法吼，就是讲做乱来啦。有影，因为学校做自由嘛吼，互你做大的自由，你要创啥物就拢会使。是。那为因的这个外表来讲吼，像迄这顶帽啊啦吼，伊若买来吼，这个成头你得爱甲加好破，嘿，加好破，啊，互你头鬃爱捅出来，啊，而且修身吼袂使，你得甲擦好。擦个泰哥，无够泰哥，你就甲打打。就讲像讲即摆人咧穿牛仔裤，啊，就一定吼明明是一领新衫新裤，但是就要甲创个破，这个意思是安尼。是，啊，伊连腰吼会绑一条即安尼筋仔吼，就插伫个裤底啊。啊，这个筋仔要创啥？你要切面嘛会使，啊，你要切刀也嘛会使。啊，你骹里底爱打一个即个插架吼，啊，行路时故意个咔做好大声，好做大声。是做声音。嘿，是。啊，冬天的时阵吼，伊就搁加上一领乌色的即个红毛啦吼。嘿，啊，故意互即个红毛安尼就飘起来，是。做飘撇的迄个情形。嘿，啊，因的生活内底吼，啉酒啊、毒品啊，
上酒家啊，拢是因的自由，甚至讲吼，即马新生1年啊要未来吼，2年、3年的这个学长吼，就带这个新生去酒家，啊点几啊小食陪酒安尼，要互因当大人啦。啊，因这个因若有机会出去吼，这个时常吼，伫这个就欢的摆做一排，啊，大家手扛起来，啊，骹翘起来，开始大声跳舞，跟把迄个路动起来吼，无人要人过啦吼，啊，就开始阮伫遐大声跳舞，讲这叫做 storm， 伊个风台啦吼，敢若做风台要过共加一条安尼。为了讲这个较乱来的活动嘛，伊佫有一寡算较高雅啦，譬如讲，伫这个淡水河啊，还是讲这个新店溪啊，因着一边过船，啊一边啉酒，一边唱歌安尼。咱拄则讲吼，高等学校做自由，会当乱来，迄是全日本高等学校拢安尼。是，但是台北高校有一个甲全日本高校拢无共款的物件，就是台歌舞。台北高校的台歌舞蹈的舞，这个台歌舞是因去记录泰雅族原住民的舞蹈，来甲日本舞结合做伙新创的一个台北代表这个学校的团体的舞蹈。啊，咱是影知影讲，伊这是日本舞甲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舞结合做伙。因为这有两个无共，原住民咧跳舞的时阵，伊是围一个圆嘛吼。啊，大家人跳舞的中心是向这个圆的中心。日本人跳舞的时阵呢，伊嘛是围一个圆。啊，当然嘛是有这个一部分，你的中心向这个圆的中心，但是经济是你的身躯规个挖过来，挖正边还是挖倒边，啊开始行路，伊的中心袂维持伫中。第二个无共是原住民跳舞时阵吼，手是扛起来嘛，原则上是无其他的这个活动无表演啦吼。但是日本人跳舞时阵，伊的手的动作足济，所以咱看迄个相片，你就知影讲这是两种舞的结合。伊用这个高山族，就是原住民的舞蹈，代表全台湾上特殊的这个文化，来甲日本舞结合做伙，变成一个新的舞蹈出来安尼。这是只有台北高等学校有尔。100年前吼，咱的台北高校内底学生啊吼，拢安尼，拢有真济乌乱来、乌白来的这个行为哦。但是因毕业了后，拢变做是精英咧，啊，等于遮简单。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疼入心。阮是阮名义，当世咱到自由去，逍遥甲自在。第一届听到日本时代的跳舞时代这的歌，互你惊到就对啦。你就讲奇怪，迄个时代应该最悲伤啊，读这流行歌做台，拢是安尼最快乐的，男男女女拢去跳舞。咱拜拜时阵吼，用迄香哦，迄种类啊，甲迄个规章，迄有啥物无共款的迄差别啊？我若讲，我若卖咧拜拜，对神明就3炷香，对祖先就1炷香。北部的习惯，拜神明伊会用笑6啊，拜祖先用笑3，南部较无分，拢超用笑3。台北高校是咱台湾历史上吼上派入去的一间学校，啊，到底是安怎的一间学校？20届毕业生内底呢，只有559个是台湾人，其他1800外个是日本人。啉酒啊、博粉啊、上酒家啊，拢是因的自由。主要的这个观念无共，伊会去反转迄个社会一寡成见。伊当阵比较较普遍化，就是这盐坡、树安那边论过。我干那高等学校时代就到700-800分，全世界古典拢有啦。当阵朋友咧讲话呢，拢嘛咧讲，唔是讲格调，就是讲看到无就苏格拉底斯古早这话你，讲这话你无话甲伊讲吼，你就互伊甲你笑咱啦。所以就家己就做一本册，按阿里索德勒斯、普拉顿开始，这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什么册就读，拢就看。我看一本册遮大本，拢目录要看啥要看啥。我听李登辉总统伊咧讲，迄个时阵伊就已经有700-800本册。李登辉伊700-800本哦，伊是讲
这个研破文库名就700本，其他也袂算哦。哦，嘿，因为伊足爱读册吼，所以伊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讲因为伊册收济嘛吼，佮爱读册，所以伊佮捌开过一间这二手的册店。啊，后来因为无时间顾吼，煞倒去安尼。因为学校自由嘛吼，所以你要做啥物代志拢会使。所以这个学校有做野蛮的人嘛有，啊嘛有做文静的人嘛有。所以像李总统安尼哦，伊嘛是自由哦，但是伊的自由吼是表现伫另外一个所在，就是讲伊自由的去大量的看册，自由的去探讨家己的兴趣，探讨家己的人生。啊，伫迄个时阵吼，这个不只是这个李登辉是安尼尔，其他的学生一般拢是安尼，因为学校的这方面伊是种足鼓励啦，种鼓励讲你大量去看册，啊去探讨家己人生，唔免限制伫这个学校教育内底。啊，学生这方面呢，伊嘛是最爱去看即寡迄个思想啊、哲学啊、文艺啊、历史啊、教养，甚至讲社会主义的册，普遍拢有人咧看。啊，学校嘛有即个环境，就是讲图书馆有2-3万本册伫遐。所以讲吼，迄时阵普遍来讲，文科生有几百本册是足普遍的代志。当初即个台北高校吼是有日本人哦，为日本来台湾考试，唔是讲你伫台湾的日本人伫台湾考试，是有日本过来日本人来台湾考试。啊，伊考掉了呢，伊就甲日本迄款自由的风气，那再来台湾。所以因一开始就伫宿舍吼。啉酒啊、博粉啊、啊上酒家啊、二楼旋尿啊，拢因带来的。台湾这边的学生，不管你台湾人啊、日本人，一开始拢看因讲，这个人笑笑呢。啊，日本人看日本过来迄边看台湾这边的，不管台湾日本人讲憨憨呆呆啦。是。但是无久吼，这个台湾的这边嘛加入讲，怎样去享受一款自由的风气。所以这款自由的风气就伫高等学校开始形成。是，高校生吼，咱咧遮尔自由，啊，敢讲自由拢无人去甲管。自由是外表哦，重点是伊内心，伊知影讲伊会当去探讨这个世界，嘿，去结入伊的这个家己的思想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因虽然讲外表乱来，但是因有种种的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讲人家你保障啦，你袂因为讲做乱来做野事，所以你会互安怎袂？啊，是谁去这个保障因的特权呢？啊，迄阵台北高校第一任的校长吼是这个米沙瓦塔塔是三泽校长。这个米沙瓦校长吼，伊做保障这个学生吼，伊会当做自由的。伊要做啥物，就拢会当做啥物。这例有几来个啦吼，譬如讲，这个因当年校庆啦吼，校庆拢会开放，互外口的人要来参观。啊，学生嘛会办这个展览。有一年就平常高校生吼，拢讲台湾总督府是这个阿虎土。阿呆塔，因为伊中有一个塔嘛吼，讲这个阿呆戆呆的呆，讲这是这阿虎土阿呆塔。啊，迄年展览吼，因就做一个迄个模型，总督府的模型。啊，牵几只猪仔过来，啊，互猪吼滴迄个文官帽，文官有制帽嘛吼，互猪滴一顶文官帽。啊，所以迄猪就伫迄个会场吼，四界旋着，四界放屎，啊，臭噗噗安尼，故意考试即个总督府的文官啦吼。啊，互大家看哦，啊，当然就有人来欢迎啊，讲你学生安尼，你这是咧挑战这个统治的权威嘛吼。啊，这个校长讲啊，这因的自由啦。嘿，其实这个学校有真侪学生啦，这个因为啉酒惹代志的足侪。啊，足严重的嘛是有三泽这个校长吼，拢甲有小可甲处罚，表面上甲做处罚，但实际上全部拢互毕业。是讲无伊做安怎严重的代志，拢无影响到伊的前途。最后拢互伊毕业无，伊任内吼，任何一位因为这个做毋对，做这个收小小，还是讲安怎互听法的学生，一个互退学的拢无。啊，若讲到毕业嘛，吼有一个足有名的例啦吼，就是这个咱伫朴武学界，还是讲人类学界，足重要一个学者。这个卡诺塔道鹿野忠雄，这个陆野吼，伊就是读台北高校，但是呢，伊逐工拢伫山内去做调查，高山做调查，伊无来上课，啊嘛无来考试，所以伊3年时阵吼，要毕业迄年吼，这个老师讲袂使啊，伊就无来，佫无考试嘛吼，要甲退学，啊校长就甲报，讲好留校察看1年啦吼，结果隔当年。伊也是无来上课，嘿，
啊，你敢知迄时阵伊高等学校4年吼，落野高等学校4年，伊一定发表60几篇的英文甲日文的文章。这真正是人才啊！所以这个米沙瓦科长吼，搁甲报，无来上课还是甲报，就可以毕业。啊，伊毕业了，就比迄个东京地大变成一位足重要而且足团结性的一个研究者。到底这个册迄方向是啥物？啊，因到底是伫学校内底，除了算以外吼，学别来以外，啊，搁咧学啥？这是重点。不管你即马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因内底上辛苦的就是学语言。因就爱学，一定拢爱学英语甲德语。是啊，啥爱学德语呢？因为日本吼受德国影响真深，而且因高校毕业了，要去大学，马上就爱看即个原文册，爱看学术性的文章。啊，内底就有有一寡即个专门的名词啊，可能是英文、德文，还是讲甚至讲拉丁文。但是大学本身伊无重语言的教育。所以你伫高等学校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你的语言的基础得爱拍好。嘛，因为这块学生伊有读这个有学过德文，所以因对这个德国的，譬如讲这个文化啊、电影啊、流行歌啊，还是讲这个哲学家，譬如讲这个康德啊、叔本华，因拢足熟的。高等学校唔是讲足重理的这个学校上课啦，足重视的就是讲尽量去读册。大量去读册，嘿，啊，唔免限制伫这个学校教的。这个图书馆吼嘛有真侪册，有互因读。袂输咱即马大学1年、2年，修迄款这个通识课同款啦吼，就是讲，即高校3年，就是要互你发挥自己啦。嘿，啊，老师是一个堂啊啦，上课是一个堂啊，啊，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堂啊，譬如讲你学英语啊、德语。一个语言就是一面窗啊嘛吼，你透过这个语言，你就当啥物拢去接受安尼探讨家己，尽量去读册，对因的影响是非常大。内底有一寡人听讲是伫伊咧读册的时阵，就已经决定讲伊未来要发展倒一个方向吼，甚至讲伊对伊未来一个人格养成甲伊的思想吼，甲伊未来去做代志吼，伊面对的遐个代志，可比讲伊自以为即个思想进入了伊的心肝头，伊未来的甚至讲后壁咱台湾的228事件等等这个事件吼，拢甲因即个思想甲行为有关系。主要第一个吼，就是讲伊即马。大量去看册吼，伊的眼界就拍开，甚至讲吼，伊会甲规个社会主要的这个观念无共，伊会去反转迄个社会一寡成见。譬如讲，迄个时代知识分子拢讲咱台湾的歌戏是淫戏嘛吼，是无好的物件嘛吼。但是这个王玉林，伊是这个做过大法官的人哦，啊，伫228事件时阵牺牲去的这个王玉林，伊伫高等学校时阵，伊就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伊内底讲。台湾文化史上3个上重要的物件，其中一个就是歌戏曲，戏甲曲，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台湾歌谣，伊唔是讲伊是音戏哦，伊是讲这3个物件是台湾文化史上的艺术，艺术，嘿，唔是音戏哦，是艺术哦，所以伊因为大量去看册后，伊就会去这个反转，这个社会一寡观念，有足侪学生，啊个学生时代。伊就整理一寡台湾历史，还是讲台湾社会文化的这个文章吼，投稿伫学校的这个刊物，还是讲投稿伫后来的民俗台湾，拢是咧整理一寡台湾的历史文化。是啊，搁有战后初期吼，有一寡台湾人的高校生、毕业生，伊开始写这个台湾经济史。英过吼，台湾经济史吼，这款这个册吼，拢是日本人拢去写的啦。啊，即马战后初期吼，台湾人就开始写安尼。啊，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这个高等学校对因的教育。因伫高校3年中间吼，会当作乱来，这会转变成伊长久以来吼一款精英的意识。伊知影讲伊会使乱来，是因为伊是社会精英哦，就是因为伊是国家社会精英，所以伊就知影讲，我爱为这个国家社会爱有所贡献，爱我才会当得到这个我应该去使用的这个权利。是，嘿，所以伊这个观念会。长久伫伊的观念内底，就注入伊的身躯内底。不管伊即马是80岁、90岁，还是100岁，伊拢咧思念的，就是讲我安怎爱对这个国家社会爱有贡献。这就是因的精英意识，伫伊高校的时间，甲注入拍入伊的身躯内底。所以讲，咱后来譬如讲，这个有等等的228事件，都有
过来的文科生就牺牲去啊嘛吼，也是讲你看咱李前总统吼，都要100岁吼，都要是讲饲牛，是，伊饲牛毋是家己要食哦，有啊，伊是为了台湾的产业嘛吼，所以伊要饲牛嘛吼，所以咱看到老一辈迄个时代吼，受过高等教育，因普遍拢有一块，我是精英，我得爱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土地有啥物贡献，诶，这款的意识，这甲咱战后吼。这个教育愈来愈普遍，大学甚至讲，这个大学生大家拢会当读大学，大学生袂感觉讲我有啥物特别，大学世界拢有嘛，伊袂感觉讲我有啥物特别，嘛袂感觉讲，这个我需要对这个国家社会有啥物贡献，迄款的精神的状态做无共的，佫有一个做特别的、算趣味的这个影响啦，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啥物人拢有，所以伊嘛可能经过高校的教育了。伊去受着讲日本的统治是好还是唔好，所以嘛有人高等校毕业了吼，走去中国大陆去抗日，是，就是伊伫高校时伊受日本教育，但是伊就思想反转了嘛吼。是。迄个侯孝贤导演有拍过一部片，有一个片就是《好男好女》，是内底主角吼就是高校毕业走去中国要抗日。这个人甲这个代志拢是真的，而且不只是伊，佫有别个学生嘛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好趣味就是讲，伊培养精英，知影讲精英爱为这个土地贡献，但是伊若是发现讲，日本的统治无法度伫互这个土地更加好，伊就会反抗日本政府。也反骨甲叛逆就出现啦。是，所以因这块学生吼，因为伊伫学校，伊的自由，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反抗这个体制，因这个个性就是我要拍破这个体制，包括日本政府嘛是一个体制嘛吼，包括这个社会上有啥物无好的，伊这嘛是爱拍破的代志，爱观念也去反转的代志，所以因的高校的这个互因的教育就是安尼，所以这是足大的这个思想顶悬的这个影响。后来吼变做是咱台湾吼知识分子的这高校生吼，迄个每一个人拢感觉讲，伊伫咧高中高校的这个时期吼，有充分咧发挥伊的自我，是不是会当照着因的迄个经验来思考着讲，咱到底吼教育应该爱继续安怎去甲实行，咱是安怎对下一代吼去做咱的教育的这个代志，咱加思考一寡吼，对台湾的囡仔吼，对咱的下一代，对咱未来的迄个整个的生活吼，各方面拢会当有一寡提升的作用。听讲的吼，我感觉讲有影是这精神吼，甲因所做的代志是有影互人足感动啊，嘛是真有价值的安尼。